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4，诗篇119篇154到155节安尼讲：求你甲我心愿，救赎我，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叫阮离开歹人远远，因为因无追求你的命令。三甲来祈祷，甲阮心愿，佮救赎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，牵得阮懊恼甲尊重。主啊！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就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你，互阮听从你的话，阮就通伫永活的路来跑走。主啊！你知影阮，监察阮，主啊！我要伫你的内面来活，主啊！这时，人用歹款待阮，总是你要用慈爱扶持阮。主啊，求你甲阮心愿，救赎阮，照你的应允保守阮的性命，求阮离开歹人远远，因为因无追求你的命令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